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7日中昼新闻，我是麦松莹。新的一年已经开始，昨日世界各地也拢有举办这跨年的活动。先来看咱台北101，昨日这烟火是放360秒，因为伫咧淡水呢是伫昨暗8点26分，也就是20点26分的时，代表这2026年是连续放1314秒的跨河烟火，有影是真精彩。3、2、1。2025年到达算，台北101放烟火迎接2026年。今年烟火以“咱的世代卷台湾”做主题，有360秒的烟火分做5个段落，透过宽纵的烟火，甲展出真侪色彩的变化，互信义区呈现多样的风貌。烟火随着愉悦旋律奔放，这个段落烟火会注意到穿插着闪耀点状特效，让现场情绪飙升到最高点。这是2026年的第1天。虽然有小可落雨，现场也是成20万人来看这一年一届的视觉宴会。今年台北101烟火主题 Spark 101是头一届用少烟的烟火，也佮有台湾稳型英雄主题光雕秀，真做是跨年暝的大惊喜。除了101放烟火以外，新北市政府举办陕西新北131跨河烟火，今年是第5档，特别选伫暗时8点26分，也就是20点26分来放，代表迎接2026年。1314秒的烟火，下过淡江大桥甲淡水河口，是出一生一世的话音，真做是全台湾烟火放上久，展出上界丰富的跨年烟火秀。南韩女团 A-Pink 伫跨年暝阿妹演出，成员也佮讲中文甲民众互动，毋若奉上爱心，佮较接续唱出真侪条经典舞曲。桃园跨年暗会今年头一届刷去到桃园棒球场，现场声超过10万人次。伫咧棒球场的舞台视野，互现场气氛闹热滚滚。镜头来到南台湾，高雄跨年暗会今年传真大的惊喜。伫跨年到达算进前，高雄市长陈其迈甲神秘嘉宾羽毛球前球后戴祖颖共同出现伫舞台顶，现场民众喊休声直直来。希望有机会跟小戴一起唱歌。小戴最拿手的歌是什么？我最拿手的歌，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我怕我会唱的歌他不会唱，他会唱的歌我不会唱。金门一因真趣味，互现场笑嗨嗨。到达算过了240秒，下湾跨年烟火伫咧高雄梦时代咧放，互高雄港更细细。也若东部的花莲，前歌王子李圣杰做阿妹的嘉宾，伊伫咧东大门广场唱真侪条经典的代表歌曲，有伊的歌声。花莲的跨年暝也伫咧烟火秀之下，互2025年有圆满的结束。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北市，即届这跨年活动呢，差不多是20万人来到位。嘛，因为进前才拄发生这随机杀人案，所以警方呢是大动员来戒备，北捷也加强疏运。统计伫咧2点进前，这人阵就消透甲离啊。徛伫咧捷运出入口戒号，为着跨年活动的安全，警方动员超过3000警力，伫咧各捷运站周边戒备维安。那会不会觉得今年就蛮多警力都进出？会不会觉得今年跨年比较安全还是？安全多了。台北跨年暗会活动结束了后，北捷对12点半左右开始，有大群人要回去厝。就是看到蛮多人，然后都往捷运站挤这样。市政府站真做是上侪人的一级战区，为着避免发生下体的意外，捷运站内捌暂停电楼梯的运作，民众必须要排队入去月台。迎接2026年，台北捷运启动42点钟无关门，放烟火了后实施3阶段人流的管制，而且开放热线南京三民站，也有小巨蛋站，互人会当免费坐车。今年跨年暝虽然有落雨，也是剩差不多20万人到场，比去年22万外人减一寡。佮加上大巨蛋蔡依林演唱会伫咧跨年进前就已经散场，台北捷运统计疏运伫咧半暝2点完成，全线运量差不多是292.7万人次。也比去年减2.5万人次。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来看台南这场跨年的表演呢，是有30万人做伙来参加，也毋过伫咧会场内底所传出是有盲情来扰乱，甚至嘛有人是无配合警方的指挥，后来拢互人请出去会场啊。另外伫咧这海岸路呢，嘛是有真侪人咧庆祝，毋过煞有查甫人对2个女性骗蛇，这民众随来报警察。
但跨年早暗顶场，15组艺人轮流起立演出，现场声30万人斗阵来遮庆祝，人数嘛创下新纪录。活动中雄雄有一个梦境来现场遮咧乱，经过了解，那就是来甲支付特工队伫国海场合插乱进人。另外嘛有另外一个查甫人，因为无要配合换得卖坐伫咧涂骹，嘛互维安人员请出去会场。家里匹配给了大声声，还蛮怕的啊，因为台北的那个事件，看到警察真的还是一样会想要注意一下，到底是哪里出了状况。过程中，证明不断挑衅远警，手持手机拍摄时挥击导致远警擦挫伤，全案依涉嫌违反刑法妨碍公务罪侦办，并跨年晚会会场为防范推挤、踩踏等危险情事，主办单位多次宣导民众勿席地而坐。为现场吴姓男子拒不配合远警查证身份。市府强调尊重人民言论的权利，不过无法度稳准这无影的指控。那教育局回应，这个家长个校长侵害查某囝的案件，检方无起诉，等到教育局个这个家长损害名誉、甲妨碍公务的案等咧进行。在行政层面来讲，他已经对城市市民造成很大的不安跟反感，我们觉得蛮遗憾的。至于他案件本身，司法已经有一些判决了。刚一暗，一个海岸路跨年现场出现一个查甫伫酒吧门口，趁无人注意时，顺手甲两个查某摸卡枪，后民众掌着，随报警。73年次的陈姓犯嫌，以徒手方式陆续碰触2名女性被害人臀部，当场被抓。远警到场后，将陈姓犯嫌以现行犯逮捕。全案依性骚扰防治法送办。在这个敏感的时期办这大型的活动，拢咧考验主办单位甲警方的临机应变。市府讲，这回大规模提关，维安暂结，跨年会场并无发生重大公共安全事故。记者苏大南采访报道。提醒民众，这跨年暝放烟火，千万要爱注意。来看这高雄呢，昨暝是有真侪民众，拢伫咧人大路边仔咧放烟火，甚至伫咧成功二路迄带呢，是有人走去到轻铁的边仔咧放。附近的住户是讲，加在有警察是随出面来甲阻挡，也甲这放烟火的人喊上裁处。3、2、1，新年快乐！跨年暝倒打算灿烂的烟火飞上天顶，陪伴大家迎接新年来到。不过这烟火若是放伫咧家己的厝边仔，规个烟火强要弹一摆厝内底，这种感觉真正无好。高雄市区31暝，包括高山、前镇、新兴，拢有出现这款大路边仔放烟火画面。民众就算甲窗仔门关条条，也是会当感受到烟火崩溃的威力。其中有一笪地点，竟然是伫咧成功2路的轻铁站边仔。附近住户讲，迄当阵双滨路边拢是人，因踮路中放，真正危险。麻烦收起来。麻烦收起来，证件拿过来。它是朝那一个方向，海边的那个方向射出去的，所以其实，但是那边有一排的人，所以其实也是蛮危险的。车透早来到现场放完的烟火也被收走，因为车路边也是轻铁的金木园区站，过去是台电南部发电厂，烟火要大队倒去报案算，警方接到通报，随到场阻挡。因为放烟火无经过申请，警方也甲姓邓甲姓王2个查甫人，按照违反炮瓦烟火管理条例甲道交法函上裁处，其中道交法上悬关2004。搜证后将函请消防局依违反爆竹烟火管理条例裁处，并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告发。警方即时阻挡，无人员甲物件受到损害。而除了最大所在乱放烟火引起公共安全的疑虑以外，跨年倒打算了后，鉴定者佮疑似有人乌白写信号弹。警方表示，疑似信号弹烟火最后落伫咧旧凯旋4路，无人员受伤。到底是谁写的？目前正在调查当中。记者柯家族区朝阳高雄场报道。再来看这新竹的南寮渔港那边啊，跨年的时阵，就有人走去遐咧放烟火，甚至佮引起火灾。市政府是强调讲，这新竹南寮渔港呢，全区拢是禁止放烟火。若准引起火灾，安尼是有可能犯着刑法的公共危险罪。昨暗这消防局也派人伫咧现场咧巡逻，为一寡违法放烟火的民众，市政府是表示讲会依法加以开罚。就算消防车发出警报声，民众也是同款继续放炮，完全唔惊触地。边仔有人用手直接提炮来放。新竹南寮渔港，逐年只要当着跨年也是过年，就出现这款状况，也让当地民众感觉实在真困扰。最危险的，因为船仔拢伫遮，因为东北季风有结咯，要风若拍咯，那迄船仔迄边你就代志大条，规排哦。
他们绕，他不下去抓啊。他们要杀鸡儆猴啊！你抓几个人以后，人家就不敢放了啊。虽然新的市府伫前几天就加强宣导，不哩个拜三暗时，要是有不少民众来南寮违法放炮，隔当天阁会使看到规涂骹四界拢是炮啊粪扫，手讲刷落去会按照规定对行为人开罚。依渔港法，港区全区禁止施放爆竹烟火，违规者处行为人或其雇用人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市政府已于港区全区设置明确的指示牌，标示禁止施放范围及法定规范，请民众特别注意。市府指出，渔港附近有停真侪渔船啊，渔船顶管拢有载油，烟火真有可能引发火灾，甚至危害到渔民的性命安全。未来除了会搁加强管理，也提醒民众遵守管制区域的相关规定。记者杜君豪，新潮报道。这迎接2026年，有真侪民众呢，会是去到东部，也是讲山顶来看第一道日头光。伫屏东满洲的嘉乐水，也阁有垦丁的龙环公园，受大阵人真早就来咧等啊。透早6点外，总算是等到日头。也毋过伫家己的阿里山就无遮好下啊，这是因为云伤高，日出看无，互游客是感觉真可惜。日头渐渐浮出来，粉尘之间热热看到微光。屏东县府初一伫满洲嘉乐水举办肉抹光走标活动，真侪参加民众半暝就到现场等待，伫大约透早6点40分迎接元旦的肉抹光。去年没有曙光，没有，去年天气也很好啊。除了嘉乐水，垦丁的龙环公园，伫半暝也有大阵的游客等待肉抹光。原底应该6点34分出现的肉抹光，因为海平面的粉尘上高慢10分钟，不过游客游玩兴趣起，摕乐器拿演奏拿唱歌。超级感动的啦，很兴奋吗？人生第一次啊！可以跟高中同学们一起骑车来这边，非常的开心。而且听说这个是5年以来最好的。屏东垦丁甲嘉乐水沿海游客顺利迎接2026年第一座肉抹光。不过同款是看肉抹光的热门景点，家己阿里山都无遮幸运，透早粉尘上高，啥都看无。很早就出门来了，然后那个火车票没有买到，要走路走得很久，来这里也没有看到日出。人生是这样子，你不管拿到什么剧本，碰到什么情况，那你该做你的事就把它做好。就像太阳，虽然我们看不见，但是它实际上有上来。看袂到日出是真可惜，不过大家有缘互相祝新年快乐，因为就算无看到肉抹光，一旦甲亲人朋友做伙度过2026年的头一天，这也是一种简单的幸福。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在元旦的冷气团落南，各地是开始降温，会一直寒到礼拜才会较温暖寡。也若在雨水的部分呢，这2天啊，北台湾这雨水是有影有较高，加人北海岸甲大台北山区嘛有可能会落大水雨。元旦是一年的开始，有真侪民众去看日出，不过受东北季风影响，云较高，有看到的所在有限。另外，气象署提醒，受到大陆冷气团落南影响，北部离时就会慢慢降温。若中南部甲华东地区，爱到暗时才会明显感受到温度降低。这波冷气团会一直影响到拜六，爱到礼拜才会小可回温。整体这一波强烈大陆冷气团，比较冷的时间，大致上会出现在明天的晚上到后天清晨这一段时间。各地的低温还是有可能会出现10到12度的状况，尤其是中部以北有部分地区有可能会出现10度左右，或是10度相对再低一点的局部低温。因为大陆冷气团含云较高的关系，初一、初二北部地区有雨，尤其基隆北海岸含北部山区的雨势会较大。气象署讲，若要伫北部活动的民众，就要早雨伞雨满。若中南部地区是侪云好天的天气，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或是宜兰这部分地区，都还是有一些断断续续的短暂降雨出现。而其中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目前我们还是有持续发布大雨特报的部分地区雨势还是比较多一些。气象署提醒，拜五会是这波冷气团上冷的一天。关山有可能会结冰甲落雪，有要去山顶的民众爱细腻。另外，有要去海边啊含绿岛的民众嘛要注意安全，会出现8级至10级的强阵风，甲4米至5米的海涌。记者陈心东、谢桂玲台北报道。
来看这交通新制，双北市区这公车台北捷运的拜六，也就是1月初3开始，是全面来开放用这 QR code 来坐车，只要用这手机开电子支付 App， 这坐车条码的功能就会当感应入站。扫描位置，上车就可以完成上车刷卡的动作。到电子支付 App 内面的交通坐车尾，对准感应的所在，就会当顺利扣到钱。明年1月初3开始，在双北坐公车买当扫码上车落车。公运处提示讲，民众爱先登录电子支付的 App。目前公车会当感应的有5间支付业者，在登录了后爱开启坐车尾的功能，确认扣座内面还有钱。公车捷运转乘爱用同一间电子支付较为优惠。扫乘车码之后呢，不管是我们的公车验票机会发出这个上车下车的这个声响，那或者是台北捷运也会闸门就是会打开，那这个动作过了之后呢，就代表你已经完成了这个刷卡的一个扫码的一个动作。在刚一天，台北捷运除了电子支付开始运作，信用卡感应坐车，代表厂商嘛开始试办路卡进站的服务，进行为期6个月的上线使用测试。待测试完成后，预计115年7月。在全面开放国内外信用卡以及苹果手机绑定信用卡的免解锁黑屏过闸功能，方便度是提升蛮多的啦。因为你像平常自己过来加值，你可能还要排队什么的，蛮方便的啊。可能有时候会忘记带有卡吧。台北捷运提醒讲，旅客照需求来选电子支付 App， 请支持电子支付的口座来扣钱。进站出站爱用同一个支付的口座，若是进站进前口座剩的钱是负担，是无法度进站坐车。马请旅客提前把手机QR code 坐车尾开起来，而且适度调关手机荧幕的光度，来加紧通行的速度。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运动部呢，是宣布今年开始，这动子馆呢要转型做运动币，扩大对象是来到16岁以上，一分是500块，拍算要来分60万分。这运动也是讲看比赛，甚至是买装备，拢会当使用。鼓励16到22岁国民做运动、看比赛，体育署112年起，每年发每个人500块的青春动资券。不过114年的拄用金额大约是1亿8000万，无达到3亿目标。加上体育署升格运动部，以推展全民运动为目标。运动部宣布，青春动资券对115年起会转型成做运动币，扩大发放对象是16岁以上的国民。我们不是要去撒钱。我们是希望透过一点点政策的引导，让更多的人会因为这样小小的一个诱因来多做一些运动。希望更加侪民众参与各类的运动体验。运动部拍算发60万分，每分名额是500块的运动币。99年1月初进前出世的国民，拢会伫115年1月26到2月初8到动资网登记。第2月12抽签，而且拄用范围更加申请开放，添装比这类别，每人上悬会使拄200块。也若使用期间是对3月7日到12月31。会啊，还是会啊，因为它可以用的地方很多啊，所以还是会想要登记。运动中心的健身房也不错啊，一次50块可以，500块可以玩10次嘛。随机来访问民众，无论是毋是有运动习惯，拢讲有兴趣来登记抽签。运动部也说明，添装备会使买运动衫裤、用品也是器材。也若这厂商爱先登记，诚做合作的店家。它应该要是运动用品社以上。如果是某一个文具行，他有在卖那个篮球，那个可能就不太容易了。处长吴启宏指出，装备拄200块是避免民众集中伫单一的大型厂商消费，也200块是小小诱因增加另外消费，有可产生大约2倍，2亿5000万的经济另外增加的效益。记者综合报道。迎接2026年，各地拢是安尼热闹滚滚。先来看这纽西兰奥克兰呢，是全球头一个庆祝新年的大城市。也那日本甲南韩呢，是来举办龙井祈福的仪式。另外，伫香港，这届是取消放烟火，改做是办演唱会甲灯光秀。纽西兰上大的城市奥克兰大先迎接2026年，代表天空塔倒大算，烟火甲海港照甲光光，真做是全球头一座庆祝新年的主要城市。刷落就是澳洲的悉尼，放烟火进前，全场为绑带海沙堡恐怖攻击默哀1分钟，民众摕手机拍开手电仔，宁静的时刻，希望暴力会当消失去。刷落4万吨的烟火，沿7公里咧放，有名的代表港湾大桥甲悉尼歌剧院，伫暗暝当中照甲光亮亮。
日本上野得大是看年暝弄钟108个，代表消除人间108项烦恼，迎接新的一年。伫韩国首尔普信阁东京卡33个，互人认定奥运会当散去，迎接新年的和平欢迎。香港的跨年因为大埔风福湾大会决定取消，英国 Victoria 港的宴会改做是伫中环举办演唱会甲灯光秀。八座地标建筑外墙变作是大型的倒大顺时钟，美式的灯光秀演出3分钟。北京故宫馆万里长城出现万只马咧走的图形，这个跨年活动结合传统经过齐名甲现代灯光秀，参大城市的影乐大钟同步迎新。杜拜民众真早就来到世界上悬的建筑哈利法塔周围享受烟火秀，也搁有杜拜购物中心世界上大音乐喷泉表演，甲玻璃舞风格灯光秀，而且全城48条烟火同步咧放。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虽然讲这新年新气象，也毋过俄乌局势呢，即马也是真紧张。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是表示讲，真希望和平，毋过绝对袂签订和绿色的协议。也那罗西亚总统普京，伊是讲对这胜利是真有信心的。即马两边的政府呢咧敲白平，也毋过俄乌的民众所有共款的心愿，就是希望这战争会当早日结束。伫跨年暝基辅查县的警报声犹原是烫惊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表谈话，伊坦白讲，虽然战争已经拍甲足忝啊，毋过遐掠准讲乌克兰呢，因为安尼投降的人完全是伤济啊。伊搁再一届强调，任何的和平协议拢是要有非常较全的保障，袂使含糊的。Чого хоче Україна? Миру? Так. Чи будь-якою ціною? Ні. Ми хочемо закінчення війни, але не закінчення України. 伫咧莫斯科克林姆林宫的广场，因为安全的顾虑已经关起来，现场警察是顾条条。罗西亚总统普京穿乌色的乌马发表新年演说，伊讲这场战争是甲西方之间的生存斗争。伊嘛讲前线的官兵是英雄，讲全国人民会甲因徛到阵。Думают о вас, сопереживают, надеются на вас. Мы едины в искренней, беззаветной, преданной любви к России. Поздравляю всех наших бойцов и командиров с наступающим Новым годом. Верим в вас и нашу победу. 欧洲其他国家的领袖嘛，针对国际局势发声。法国总统马克龙就讲，初六会伫咧巴黎开会，对提供乌克兰安全保障做出具体承诺。英国首相史凯尼是甲重点放伫咧国内，承认讲过去一冬英国人过甲足苦的，毋过伊承诺今年会是中期希望的一冬。L'Europe de la défense a longtemps été un débat. Elle a commencé de se faire et en 2026, cela accélérera. Dès le 6 janvier prochain, à Paris, de nombreux États européens et alliés prendront des engagements concrets pour protéger l'Ukraine et assurer une paix juste et durable sur notre continent européen. We are getting Britain back on track. By staying the course, we will defeat the decline and division offered by others. 伫基辅甲莫斯科的街头，民众的新年愿望拢足相像。落雪的天，伫咧基辅的街头，民众伫咧圣索菲亚大教堂头前，替前线的亲人祈求，愿望讲翁婿甲爸爸会使平安倒转来。啊，若伫咧莫斯科市中心的民众，嘛愿望讲战争会当量早结束，恢复平静的日子。公司新闻郑威林编译。等来看这国内这屏东的警方呢，是接到报案，讲有人伫咧线顶讲要来暗杀总统。警方是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伫咧高雄去掠到一个姓谢的查甫人。这阵仔是因为受到这台北捷运攻击案的影响，网络顶头有真侪恐吓言论，一直到12月30为止，已经掌握118案，也掠到22个嫌犯。无论是讲要暗杀总统，还是爱台湾人造反，全部拢是共一个小高点社群平台闹的话。屏东县警局接到报案，就随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伫咧确定嫌犯的身份甲大的所在了后，31就随前往高雄抓人。警方表示，嫌犯是一名保全，今年25月生假。31日在高雄市查获谢姓犯潜盗案，全案侦讯后，依涉嫌刑法恐吓公众罪嫌，移警屏东地检署侦办。我还是要执行具体啊。
等一下你看要请律师还是叫妈妈过来都可以。另外，画面中的大学生因为网络闹话呛声，讲要放火烧加油站，27结合高雄市高山分局移送法办。自从台北发生攻击事件了后，亲像这款伫网络呛声讲要杀人放火炸机场，甚至直接温自乱的代志，敢若高雄都未少惊。31都立法委员质询，要求检警单位要有作为、有效率，当作恐吓信息的传播，提升即时应变的能力。除了在法律跟犯罪还有刑责上的一个处理以外呢，那跨部会我们或许要知道，我们到底哪一些东西是在这里面完全欠缺跟lost 掉的。那目前有收集到了118件，那已经有查缉了23件，还有22个人。对，那我们每天都会做一个这个管制，而且会通报各县市警察局要联合来做一个这个查缉。我们这只会调查警方跟调查局来全力来查缉这些的模仿的这些效应。那因为这个民众会恐慌嘛，所以我们是全力的压制。法务部长强调，由各地检署成立的应变小组是专职单位，只要有危害大众安全的人事物，绝对严查严办。呼吁民众网络黑白放掉，不是无代志，要对家己的言论行为负责任。记者柯明哲、柯家如、柯昭阳综合报道。今年底就要来选这县市长啊，来看这民进党呢是提名包括着基隆党主委、中华陈素月，还有云林老建国拢总8个候选人。那国民党的部分是台南谢龙介、高雄关志温、屏东苏清泉，还有台东的吴秀华。另外，这新北市到底敢会拿白合作做伙来提名黄国昌呢？目前是还未确定的。前新为党籍2026县市长候选人批竞选的挂大，民进党主席赖清德宣布第3波提名名单，国人7定调议长董事会、彰化县云林县定调立委陈素月、老建国参选。我会把这座城市的样子最美的样子找回来，我会让那些不相信基隆有未来的人再相信一次基隆。彰化县正处在一个加速进步的一个阶段，祝愿希望能够获得所有彰化乡亲的一个支持。民进党就已经提名包含宜兰县林国忠、嘉义市王美惠、台中市何欣纯、苗栗县陈品安、甲新北市苏巧慧。国民党是定调立委谢龙介、关志温、苏清泉、甲议长吴秀华参选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甲台东县，并且协商新竹县遴选。原本以为参选立委林书明退出，蒋家春、现任副县长陈建贤甲立委齐欣颖来竞争。这个决定不是退缩，也不是妥协，不是屈服于任何的压力。而是因为我始终坚信，团结和谐比我个人重要。任何地方只要有2个以上的同党候选人出来竞争的时候，就是协调。真的协调不成的话，才会走向初选。民众党是先锁定宜兰县嘉义市由台湾会甲中继开出马。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表示到立新北市长的选战。不过，伫国民党即阵也未决定遴选的情况下，新北市也无多确定国民党甲民众党是不是合作。不过，新竹市有希望加最头一个国民党甲民众党合作的示范区。他们就是有表态是说是适用现任优先的原则，所以在这部分的话也是非常感谢国民党相对于其他的县市的蓝白的协调，我觉得会是全国应该比较没有悬念的区域。不过，拄好复职2礼拜，新竹市长高虹安也未恢复民众党籍，也无讲是不是要寻求连任。2026大选布局，国民党、民进党、民众党开始起跑，不过依然充满变数。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中国这届这军演的范围呢，是搁较逼活咱台湾，而且伊前一天才来通知，调工是要互咱袂赴欢迎的。专家是分析讲，这演练呢是来封锁台湾，要来切断咱外国的援助，显示中国威胁有可能会搁升级，嘛同时要来测试日本的态度。火箭弹连续射出中军练能力对台军演，也调工测出射击外面，恐吓台湾。国军将爱共军劳动区，散布伫咱国24海里4公里，显示共军应分区域搁较瓦近咱国，而且29公告3早都要实弹射击。外界解读共军是调工压缩咱国，有经时间。释放有伫欠明显调头之下，快速完成跨军种协同行动的能力。2022那一次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哦，但是它接近度比较没有那么近，远火的那一个打的那一个点呢，离我们的24海里特别的近哦，所以呢，它的这个严重程度就会往上提高。灰色地带袭扰、压缩反应时间以及国际力量的拒止，战略纵深不足，特别是由训转演、由演转战的风险。专家分析，
强军军演是其敏感点，除了是伫美国批准总额超过2100亿美金的对台军售案了后，也是伫日常高市发表的台湾有代志言论了后，恐正是针对代志美的三重警告。专家也解读这摆军演是威胁事件，除了突袭广告，强军发射2颗27粒火箭弹，落弹到伫24海里线4公里，搁较瓦银安国测试安全。这个呢，都算是落弹落在离台湾最近的时刻，是他们朝我们的海域做射击。那这个海空域是非常临近24海里的，这个是最要命。专家也观察到，强军讲伫东海峡演练大空要港征兵破袭科目，是强化反介入区域机制，阻止友邦国家援助台湾。不过这摆防空虽然流落台湾东北部的空旁，意思咧测试日本台湾有代志的态度。独留东北角那一块，很显然就是让日本政府考虑说，你要不要介入台湾？一旦有事，台湾有事，日本有事，你要不要兑现这个承诺？国际高度关注军演，韩国呼吁两方透过对话。菲律宾是强调，各方爱暂时避免相关情势，包括欧盟、英国、法国、德国拢发声反对两方单方面想要透过武力改变现状。澳洲是谴责中国军演破坏区域稳定。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讲到即届这军演呢，中国的海警是用闽南语对咱台湾的呛声，有台语团体是表示讲，这是显示中国知影台语对台湾的重要性，所以因是呼吁政府着爱注重这台语的发展。台湾话有咱的主体性，重视母语，嘛通抵抗中国的渗透。这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我敢正在依法巡逻管控，唔通妨碍我执法公务，为台独分子卖命，只有死路一条。配合军演，中国海警12月29用闽南语对咱台湾海巡发声。其实中国已经唔是头一届利用闽南语心战，有台语团体指出，这凸显台语甲闽南语的发音含腔口的无同，嘛显示中国早就看出台语对台湾的重要性甲代表性，嘛呼吁咱国政府对发展台语甲国安价值爱愈对重。中国军演会用因迄边福建话来甲咱发声，就代表这个语言毋是干那沟通的工具，佮较是有可能把感情得用的一个足好的假施，互台语佮较强、佮较丰富、佮较生态的时阵，其实某一个程度嘛是会当抵抗中国的统战甲这个影响。有学者以俄乌战争做例，指出乌克兰语和罗西亚语相换，开战以前家庭使用占一半，开战了后有70%改讲乌克兰语，这也显示语言对民族意识、国家认同的重要性。学者强调，台湾话有咱的主体性，重视母语，愈通抵抗中国的渗透。当然做工做马是对遐过来，但是咱行过历史无共款，发展都会无共款。族群也有认同，都会产生咱对这个语言的尊重。我相信安尼来分你甲我是上紧，而且嘛是上有效的。学者嘛提醒讲，台湾在华语为主的社会，受中国媒体、戏剧等等的影响真深，无意中就会接受中国的观念，要统战嘛愈简单。台语团体认为，台语是台湾上有代表性的语言，呼吁政府爱对各方面来深化探关，莫干那看到台语的文化价值。记者卢尚珠、郑春友台北报道。今仔日是2020年的头一天，咱总统赖清德是以论胜之道、希望之光做主题来发表演说。伊是来提出4大目标，希望让台湾会当更较安全，嘛更较有韧性。面对着今年度这总预算、国防特别预算，也有其他的民生预算，赖清德是呼吁立法院着爱赶紧来排审，嘛呼吁在国内着爱团结，让国家会当继续向前行。2025年国内外务平静，中国军演都结束，台湾伫充满挑战的局势行向2026年。总统赖清德以韧性之道、希望之光发表元旦演说，伊强调新的一年希望透过8年1.25兆的国防特别预算投资，全面强化国家安全，向国际盟友展现咱自我防卫的决心。民主给我们彼此争辩，不同意彼此的权利。但倘若没有国家，这样的自由和权利都不存在。2026年，大政府也推出真侪政策，像行政院顶个月通过新兴障碍者权益保障法修正草案，今年嘛要推动婚育主体都是囤房税2.0等等。赖清德表示，有真侪法案要搁来等立法院审查，嘛包括今年度的中央总预算甲国防特别预算。希望今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尽速审议。让这些护国利民的政策能够顺利推动。未来，
我们将持续扩大社会投资，打造公益、和谐、永续的社会。罗清德呼吁立法院调也合作，强调只要通化解对立，伊愿意照合宪的方式进行国情报告。也若针对总统弹劾案，罗清德强调照顾人民和国家生存才是上要紧的。我个人的回忆不重要啊，国家生存发展、人民的生活照顾才重要。所以，如果说一定要对我提出弹劾，至少吧，正事也应该要做。牵涉到国家生存发展的国防特别预算、人民生活照顾的国家中央政府总预算，也应该要排入审查嘛。面对2027年中国可能侵犯台湾，罗清德强调2026年是关键的一年，伊会担起责任保护国家、捍卫台湾的民主自由。伊呼吁国内团结，继续强化国家和社会韧性。记者卢尚珠、郑春友台北报道。另外，讲到这总统府元旦的升旗典礼是今仔日透早5点就开始，总统罗清德甲副总统萧美琴拢有来参加。针对台北进前这攻击事件呢，今仔日现场维安有升级，警方是动员878人。严格来安检，也那总统府头前的广场，也有这穿便衣的宪兵来抬兵，确保无异常的状况。现场的民众手举国旗伫咧握，有真侪人摕手机甲这个画面翕起来做纪念。总统府元旦升旗典礼今年的主题是健康台湾，团结守护。透早5点先有精彩的表现，像是8一路家己队，有其他元素的国民健康操，也有桃园的学生，大家招团来看国防部3军家己队表现。就心里还是有一个爱国的心，对，想参与这个盛会。因为台北进前发生无差别攻击事件，大家正关心大型活动的维安状况。警方总共出动878名警力，部署伫每一个入口，入场进前都要经过严格安检。为了维护现场的安全秩序，我们可以看到，在活动的现场部署了非常多的维安的警力，这是让民众在参加活动的时候呢，能够非常的安全。现场的维安规个拢升级，总统府头前广场上头前，差不多2公尺就徛一个便衣的宪兵，草囡仔来民众讲加强有安全感。有比较安心一点，看那个警力部署的非常多，安全的，就是你大概身边一个人就4、5个被包围吧，对啊，就也谢谢他们这样。升旗典礼包括行政院长杜英泰、立法院长韩国瑜等5院官员拢来参加，国民党主席陈立文也亲自来参加。总统罗清德、副总统萧美琴做伙一着国旗入场唱国歌，甲国人做伙迎接新的一年。台北市长蒋万安是参加市府的元旦升旗路跑，讲到今年的跨年维安工作。我们总共出动了7234位同仁，不管是进入在指挥中心，或者在现场各个区域，我们同时也派出了无人机的监控，就是要确保所有前来的民众安全。接落来一个年会大会灯节，也拢会真侪人。蒋万安强调，会加强维安工作。互民众顺利出门，平安回去。记者综合报道。好，除了这总统府的元旦升旗以外呢，国民党因家己嘛有来办一场。这主席郑丽文，伊是先去到总统府，再搁转来主持国民党的升旗典礼。伊是表示讲，希望这台湾甲世界会当愈来愈好，嘛毋望这朝野之间呢会当放下这相同的立场甲情绪。另外，针对着那边呀这总统弹劾案，互罗清德甲批评讲是咧浪费时间。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伊颠倒是呛声，爱罗清德为大罢免来回实的。满一条红艳的红军开始大声唱国旗歌。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主持国民党主办的元旦升旗典礼，和支持者热情招呼。伫随行表示希望朝野放下以早争论恶斗的情绪，希望我们不要在内部自己找敌人，希望我们停止内斗，希望我们放下仇恨。不但我希望朝野和解，我也希望两岸和解，我更希望美中和解，全世界都和解。不过，郑丽文上任了头一届伫党部升旗，前总统马英九、前主席吴碧阳、朱立伦拢无出现。郑丽文解说讲，今日邀请中央党部的一级主管、副主席，无专工扩大邀请。另外，郑丽文再去出席总统府元旦升旗，和总统的互动嘛受到关注。总统与副总统已经就定位。
总统赖清德入场的时阵，含5位院长握手致意，了有向郑丽文的方向握手，不过因为双方距离较远，所以无任何互动。刚刚在画面上面，他好像有跟您挥手，我没有看到，他是跟我挥手吗？应该不是吧，我的感觉应该不是对我挥手啦。针对南北的弹劾案，赖总统批评讲，明明知影无2/3的多数，搁要提案，是浪费时间。早起来新北市参加元旦升旗的民众党主席吴国忠嘛批评赖总统。赖清德总统要不要针对撕裂台湾社会、浪费台湾社会1整年的大罢免，跟台湾人民道歉？民众党嘛伫面册发表元旦的文告，点出民进党执政5大问题，批评倡议联合政府为台湾找出路。不过赖总统说着国家内部制造敌人，分裂社会。我也要拜托蓝白立院党团，赶快听郑主席的劝告，赶快回头是岸。但背书强调讲，人民真希望看到立法院发挥监督的权力，好好监督行政机关，嘛想要看到朝野会当合作，来为着台湾的重治救援、国家永续发展打拼。记者综合报道。这诈骗有影是掠袂离，来看这刑事局呢是掠到一个假检警的诈骗集团，因是来结合这人头门号商、大师，也阁有看狗啊，拢总24个人，假做是检警，变讲要甲这老大人斗保管因的资产，毋过煞摕因的卡片甲银行的口座去申请贷款，领一寡贼仔钱，拢总是有9个人受害，损失8千多万。警察，来熄火！警察早就已经伫咧现场埋伏，锁定诈骗嫌犯的行踪。等到嫌犯准备出门，随家砸落来。警察，来，先下来一下。车内嫌犯吊车惊，阁袂赴反应，就互警察随要求落车配合调查。这保险库里面有291万6600。这个嫌犯是假检警诈欺集团成员之一。今年1月到6月，警方伫咧台中桃园抓到人头门号商、幕后金主大师以及看狗仔，拢总18人。继续追查源头，伫咧9月到10月中间，锁定集团主嫌。伫咧高雄，阁查到6名的共犯。调查发现，诈骗集团先假做检警，骗民众勘涉刑事案件，阁讲要替被害者保管资产。爱受害者交出银行口座，再可提供资料去伪造文件、申请贷款、领贼仔钱，形成一条完整的诈骗产业链。诈欺集团的诈骗手法涉及了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用假检警的名义，第二个部分是用假投资的名义。那全案总共有逮捕了24个犯嫌，清查出9名被害人，财损总共有8000余万元。而且警方也讲，9个受害者拢是时代，拢是甲厝客交予诈骗集团摕去贷款。警察机关绝对不会要求民众因为涉案要交付现金做保管，或者提供提款卡。那如果有接到这类电话，一定就是诈骗。警方提醒检警单位，绝对袂讲要替民众保管口座，接到可疑的电话，爱冷静查证，也爱卡165反诈骗专线通报。记者调转谢桂玲台北报道。或者诈骗定定拢是为网络来开始，毋过有调查所显示讲，超过50%的人呢是不满现行的这个网络平台申诉的机制。针对这个问题 ，NCC 是来发布这网络使用者申诉甲救济的指引，而且阁有平台透明度的这个报告指引，会优先来评估 Facebook 等等5大平台，预计今年后半冬就会完成初步的检视。真侪人甲朋友联络感情的时阵，会伫 FB 等网络平台留话，或者是分享各种资讯。虽然网络已经成做民众生活一部分，不过113年度的网络传播社会调查显示，超过50%的人对平台申诉救济机制无满意，也有超过60%的民众认为平台透明度措施无够。大部分的人拢认为网络安全应该由业者来做。所有对话都清空。就只剩那个聊天室而已，但聊天室里面没有东西，就是不是真人在那边跟你马上1对1解决。这一块不像以前那样，可能24小时都会有服务人员、客服人员来帮我们解决处理这些问题。大家拢认为网络平台正容易拄到回应的信息正歹操作，或者拢是 AI 伫咧回应，无真正一个人甲你斗相共。昨晚 NCC 发布一个网络使用者申诉加救济机制指引，一个透明度的报告指引，优先评估包括 Facebook、YouTube、Line、TikTok 加 Dcard 5大平台。
指引的话，因为事实上是它主要的依据也不是我们委员的期待，至少要有这么样一个指引出来。所以呢，它的依据呢，并不是本会，而是呢社会大家共同的期待。NCC 讲是参考欧盟、日本等地做法，希望业者经过有效的申诉加救济机制，提供整体成本的申诉公道，清楚说明被限制原因，也有公布内容调查的判断标准。业者也会提供权益恢复的措施，定出申诉的合理处理时间。它不是只有依照自己本身的一个商业机制，而是一个有顾及到社会公众它实际上的利益需求。如果要是它能够更积极的去因应的话呢，也能够提升消费者对于平台的信任。专家认为，业者若依照指引来做，对企业的形象会有帮助。NCC 讲，指引虽然无法律的强制力，是自律的性质，因过有案的按照指引来检视业者做到什么程度，做出一个公开报告，让使用者伫咧选择网络平台时阵做参考。记者综合报道。这元旦出席的红婴仔呢，是全世界拢咧甲因庆祝。有产妇是伫咧今仔日早起9点的时阵去生一个4100公克的查某红婴仔。也毋过第一线医师所表示讲，其实即马呢，这少囝化趋势已经愈来愈明显啦。元旦的时，捡的囡仔呢，这数量是平过去减真侪。护理师正细致用布巾甲阿兄仔包起来，放伫咧面床顶。对这出席阿兄仔正高追。2026年1月7日，今年第一批元旦阿兄仔报道。这是他自己挑的时间真的就在昨天破水，然后因为第一胎的关系，所以呢产程也比较会长一点点，他就选在了元旦，应该每年都会帮他特别的办一下生日，这个仪式感。有心10个月了顺利生出来，拄做妈妈的张小姐讲，本来算是1月初3会生，结果12月31日早起羊水破，伫产房内面跨年。今仔早起9点左右，4100公克的查某囝出来甲爸母见面。那当然能在这种比较特别有意义的时间点，就是也是蛮对帮宝宝自己也开心，我们也很就是算是一个惊喜啦。到初一早起。在岸边有2个破百生的元旦阿婴仔出世，17个国泰综合病院有1个破百生的查某婴仔，也有真侪病是产妇传来要生，但是第一线医生讲，这么元旦生的阿婴仔有加较少。以前可能在热闹的时候，产房一天可能会有生10几个宝宝，但现在可能就是每天大概是个位数这样。更好的是，我们可以跟产妇还有家庭他们多多沟通，也给他们更精致化的照顾。我们的老化速度非常的快。那我们的生育率下降的速度，基本上在全世界大概排前3名。在人口结构上来讲，我们常讲的是一个急速转型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花的钱真的不够多了。学者讲，因为少子化，台湾的劳动结构明显老化。虽然这么现有的措施已经慢慢愈来愈完善，不过应该搁再加强，让民众感受更加深，少年人才会愿意生。记者综合报道。2026年头一天呢，其实各地这气氛拢真好，也毋过伫咧南投民间乡这地龙呢，煞伫咧地园内底摆出 SOS 化救命的这个目字哦，希望县政府会当撤销去焚化炉的决定，因甚至搁来公布这工程预定地去翕到较好的影片，呼吁政府毋通歹带头破坏动物的生态地。为天顶看落来，民众伫咧空旷地园中央，用红色的雨伞摆 SOS 救救的字。第2026元旦这天，希望县府会再重视做地产业甲生态环境。南投县是全国唯一无焚化炉的县市，县府预计伫咧民间乡新民村起焚化炉。不过民间乡上时嘛是台湾种植地叶最重要的所在。地龙认为起焚化炉会让种地产业受到最大的伤害。人有诶讲哈，恁民间遐好诶地要起焚化炉哦，啊，我若唔敢买我的地啊，我要是要食啥？啊，伊嘛无经过咱所有民间乡人的同意啊。地龙甲民众成立的反焚化炉自救会强调，预定的所在是特定农业区的农地。伫咧去年12月27，使用红外线自动摄影机翕到较好的影像，认为起焚化炉嘛影响保育类动物较好的生活甲生态。这个地方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哈。那南投县这么大，你一定要在
这么好的一个环境，跟我们全台湾这个茶种最多的地方呢，来做这件事情嘛。那这边那么充沛的水资源，然后接下来它又是个八宝圳的这个引水道的起点。好，然后现在又发现有石虎，这么珍贵的石虎，这是他们的家，所以我们觉得这个焚化炉的预定地选址是有问题的。民间乡公所强调，县府预计伫咧1月7日开起焚化炉第2阶段宽屏会期，而且会伫咧新民村举办说明会，到时要是会坚定提出铁案的诉求。公视新闻尤文峰、王良涛南投报道。再来看这彰化县旧衫裤的回收量呢，一档差不多是4-5千吨。嘛，因为这快时尚的习惯已经出现啊，所以民众这衫裤单掉的这个速度呢嘛愈来愈紧。彰化县的线西乡呢是决定对今年开始要改用定点回收的方式。台湾的街道四界拢看到这种旧衫回收箱，不过实际使用情形煞未少问题。在彰化线西乡就常常发生回收箱互人等甲满出来，涂骹嘛囤甲一大堆。在地民众表示，甚至有人会甲粪扫、喷水乱等伫旧衫回收箱，真含糊。咱若较捌来收吼，有可能人厨余啦、粪扫啦，规个拢甲咱等到边啊，这做麻烦啦。因为造成这附近的人的一寡困扰，嘛是的一寡大型衣物、厨余、垃圾，拢甲放内底，足侪村民嘛是人一去甲咱反映，咱即个物件拢会等伫遐。彰化县线西乡原本设有袂少旧衫回收箱，互民众利便，通随时摕旧衫去等。但是清洁队指出，因为民众快时尚的消费习惯，这几年旧衫回收量增加，毋但衫裤会囤甲满4架，甚至粪扫嘛乱等伫回收箱内底。因决定为今年开始改用定点的方式来回收旧衫裤，希望减少乱等的情形，嘛降低清洁人员的负担。很容易被民众丢满，然后会造成我们清洁队的困扰，我们才会想出这个办法，然后改出定点收运。阮另外会提供这个和民众正确的一个处理的管道吼，本所已经规划定点收运路线，协助清运棉被、枕头、破损衣物等物品，请民众多加利用，共同维护环境整洁。线西乡清洁队表示，定点回收会增加棉草被、枕头加布红仔，希望养成民众加纺织类回收的习惯，减少一般粪扫量。彰化县环保局嘛提醒民众，旧衫回收拢有相关的规定，民众若是乌白蛋，依照废弃物清理法会当罚清理至6000块。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伫英格兰有一间芳店，才开无一档的时间，就选调上赞的芳店。原底只是伫门骹口咧卖家己做的芳，无想到煞卖甲遮尔出名。当英格兰上赞的芳店宣布的时，苏丹尼家族拢欢喜甲画出来。苏丹尼家族芳店原本只是单，规家伙仔无人有专业的烘焙经验。不过经过一档的时间，因毋但有家己的店面啊，生意是强滚，无眠无日咧行，以满足人客的需求。Usually about 4 in the morning, I'll start doing pork pies, that sort of thing. Then at 4:30, my mum and my sister come in. They start doing their cakes, brownies. Some of our best sellers would be sausage rolls, that's a big seller. Pork pies now, we've only just introduced them. 苏丹尼家族讲，原本因只是因为家己有饲鸡，食袂了的鸡卵，就放伫卵箱内底，互厝边的用伫家己落钱买。伫2当前，因想讲厝邻做来家己食的芳，嘛会当做伙卖。豆豆啊，来交关的厝边愈来愈济，就安尼撑起来。Well deserved. I mean, the food's excellent here. I'm getting a pork back today, and hopefully an almond croissant. So yeah, well done. It's got all the old favourites, and they look really beautiful, very tempting, don't they? 虽然已经摕到上悬的影响，苏丹尼家族也是希望会当维持甲英国同款简单的生活。所摆因甲生食贩卖箱保留落来，互拜六礼拜人客嘛通好买。伫短短的时间内称甲遮尔红，苏丹尼家族的大家长认为，伊毋是简单芳好食尔。The girls at the bakery, they have very, very good customer service. They keep the customers very happy because they're just so jolly, which is lovely. 公司心乐培编译。下晡晡的天气，甲时间交互 AI 主播唐啊。今仔日强烈大陆冷气团落南，北部的气温渐渐降低，其他的所在暗时开始气温嘛会降低。
基隆北海岸甲大台北山区会落雨，而且会有局部大雨，也是大水雨发生的机会。以上就是这则中道新闻。新的一年，祝大家平安顺遂。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